喺中山生活，除咗可以盡情品嚐地道美食之外，其實仲有好多 CP 值極高嘅養生選擇。喺呢度好多推拿、艾灸或者經絡調理嘅療程，價錢都好大眾化㗎，比起香港真係平一大截。最近我都鍾意咗定期去做啲體質調理，特別係通下中焦，疏通下腳腿嘅循環。做完之後唔單止成個人鬆晒，腳步輕快咗，連睡眠質素都好咗啊！其實只要平時肯花少少錢做好身體保養，促進血液循環，增強免疫力，自然病痛都少咗啲啊！睇醫生嘅機會都相對大大減少。這種沒病先防嘅養生方式，絕對係中山生活嘅精明之選啊！如果呢條片啱你口味，記得支持 Facebook 中山美食地圖群組啦〜